因为这样要停一起停，不要说啊他要过啊车子还要等他啊，就我觉得行人就用行人的专用的灯号，就让他们行人先走完。因为这样子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过马路，我就不用太紧张，说等一下车子就要开过来，我就可以很安心的过马路，然后不用担心。那最近政府呢，在各个路口设置呢行人专用的石像这样的一个设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安全的措施主要是我们的孩子呢，从社区走到学校，都会经过这样的像中正路啊、永福路这样的大马路的路口。那有这样的一个行人专用石像呢，就算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没有导护老师指挥交通，他们还是可以在非常安全的状态之下呢，非常安全的走在斑马线上，然后安安全全的走到学校来上学。虽然说看到网络上有蛮多人在批评行人庇护岛的设施，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只要正常开车的话，是不太会撞到那个行人庇护岛。会擦撞到的话，通常就是转弯习惯不太好的人，所以就是行人庇护岛的存在，我觉得就是提醒大家转弯的时候不要切西瓜，然后可以用比较安全的弧度。那我觉得这样对驾驶跟对对行人来说都算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措施。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所谓行人专用石像，就是在路口的行人要记得看我们的行人专用的号志，就是我们俗称的小绿人。车看这个3色号志，那人就看小绿人。那我们会把这个所有的路口的这些号志的时间，特别区分出一个时段给行人来用。那这个时候4个方向的汽车都会停止，汽车、机车都会停止。其实行人专用号志这件事情，在台南市过去其实就有在采用只是可能没那么普遍。那我想在今年大家重视行人通行路权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积极的来盘点。那市长也指示要以完成100个路口为目标。那我们首先在这个行人通行量比较大的地方，比如说医院或者是学校，或者是一些商圈市场附近，行人会来通行路口比较多的地方来优先设置。100处的完成只是一个里程碑。那今年开始，我也跟同仁讨论，我们未来会对于行人专用石像的设置，会陆陆续续就车流跟人流通行的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日常持续往前推动的工作。你好，是今日欢收看3月22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今年台南新艺奖正式开幕，比赛作品有500件，每队当中选出10组得奖的艺术家，同时今年也加码伫巷仔内特色老厝店家展出30多件作品，正出发家台南特别的历史气氛。台南新艺奖以培育艺术新人为目标，让少年人的作品会当互看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2档，每一档拢吸引侪人报名，这摆竟创下历史新高。500组作品，那总共取10组，那这竞争相当激烈，比最高学府录取率还低。不管是邀请展出了，或是竞赛组出现了，都是一时之选。新奖其实是一个没有奖金的奖项，但是它却是全台湾最多参与者的一个艺术奖。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艺廊的这些经营者们，非常支持新锐艺术家。这届以无机区域为设定主题，将新艺奖的舞台正做是多样性的生态测地。今年拄好是台南400，更扩大规划人行艺术，邀请历届11位新艺奖得主，伫台南3间巷弄特色店家做展出，
和文化美学融入家当中。今年台南新艺奖最大的特色是有20个空间共同加入了这个整个展览，然后总共有33位艺术家，形构成一个点线面的一个网络，让观众可以在台南市里面看到当代艺术，可以看到由空间形构成的一个历史网络。另外，嘛规划糟蹋小旅行，透过基隆周边的巷弄，带领民众漫步伫府城历史街区，互无同世代艺术家，互更较侪人看到。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由百岁人随郭青松所传领29名平均75岁本老技师，伫丰德老人福利基金会支持，今年骑奥多摆环岛梦想的旅程来到台南新化，大家拢充满热情活力，除了体验学汉字，也要合作推广实农教育，用食在地、食当季来关心所有弱势长辈健康。2024师本老技师骑到台南新华汉字园，提起车马，抽一挽一粒一粒盐水的汉字就挽出来，每一个长辈拢真痛。好开心！73岁第一次挖地瓜，体验这个生活，体验，因为平常没有勇气跟着不老骑士他们办的有经验，所以我就有勇气来。但是我女儿很反对。他很担心，对，所以我把这个传给他看，他就知道不用担心。第一次自己挖这么多，第一次跟着骑车嘛，第一次，对，80岁，所以说80岁现在骑车感觉怎么样？我完成一个圆梦了，因为年轻的时候妈妈不要我骑摩托车啊，所以现在想想说，完成一个说环岛啊，我带着父母亲，他们都现在都在的话，都100多岁了哈，然后我就带他们的相片，我就好像带他们的环岛去。本老技师骑车环岛，有人找到少年时的遗憾，冇人抱着热情加勇气。其中80岁以上有8位，70岁到79岁有13位，65岁到69岁有8位，上高龄是这位100岁郭青松，已经是第5摆参加。虽然是100岁的单位，我对骑车这个是一定我落去佚佗啊！骑车是上好的代志。尤其是阮这个老人哦，这个是咧骑车哦，是一种处理一种运动，安尼啦，精神就会较好。65岁曲吉欣4岁时因为车祸只剩一支脚，但伊相当乐观，介意爬山4过省，去年也特别去考机车驾照。其实我以前没有骑机车，我为了参加不老骑士。我去年12月25号才去考驾照。我之前我是有骑脚踏车、开车。不老骑士传爱千里，我觉得非常棒。最主要就是我们的那个志工团队，道安的，他所有的志工真的是把我们这一批老人家当成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照顾。为了让这段旅程会当更安全顺畅，丰德老人福利基金会特别安排道安志工陪骑，过程中志工甲家属拢看到长辈改变，同时感谢基金会体贴规划。长辈的状况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会在活动过程中会有所进步。他们走出家门之后，他们变得更开朗，对，不会像可能就是有些长辈原本是比较内向的，那他们会更开心，然后更愿意跟其他的朋友接触这样。我爸爸是85岁了，其实我们都很担心，而且尤其是我爸爸之前的膝盖非常就是退化，你知道吗？结果他那时候其实前2年的时候是真的是没办法行走，他真的是走几步路就非常痛。你可以想象他现在要环岛了。你们能了解那种就是家属很担心，可是又觉得很骄傲。本老技师在挑战做家己的同时，这段旅程的重点是实农教育，要认识各种在地优良食材，接触号召社会大众来关心独居甲弱势时代的食食健康。弱势餐食的一些需求。
都会先想到说吃得饱，我们先顾吃得饱这件事情。但其实吃得饱之外，我们还要考量到长辈他们到底吃不吃得健康，到底他们在吃的这些食材里面有没有哪些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去做一些关注的。所以也想要透过这一件事情，让大众一起来知道说，弘道这边不是只有关注吃得饱而已，吃得健康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样子。本路技术体验对产地到产地的完整过程，实在嘛比送回台中的厨房造成美味的餐点，让长辈吃入去的每一嘴拢给了一份安心。我说地瓜，你说耶，地瓜，地瓜。台南新闻杨顺怀、张顺维采访报道。目前伫全国约有13间分店的连锁家具业者，其中上大一间店面22号就伫台南大运动百货盛大开幕。为了庆祝这项好消息，业者嘛祭出开幕优惠，要让消费者抢好康。好好生活，看好台南房市发展以及消费能力，特别进驻台南大湾百。开设了这间全台上大、总共180平的百货门市，希望会当提供给消费者更加多元、更加舒适的购物体验。他们的商品很多样，然后就是家里的想要设计的东西，这边都看得到。然后就是如果是要像是寝具啊，或是抱枕这些，这边都找得到，所以就觉得这里很方便。来到好好生活，首先会当看到青春设计的购物空间，不管是各式家具、电动沙发、好名制作所，以及女性朋友上爱香氛区，伫阮把这间门市一届就当买透透。我们相信，其实消费者每一刻的每一个生活的一个任何时刻，都应该有一个独特的记忆与感动。而这些独特的记忆与感动，每个人所偏好的不同的家居风格，都可以在这个台南大圆板成功店里面的后椅找到。因为我们有全台最大的4大风格体验区，甚至还打造了一个睡眠体验区，让消费者找到一个抓自己最好眠的一个睡眠密码。除此之外，其实在后椅里面的香氛也是我们创造一个居家记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小物。在后椅的香氛里面，我们有刚得奖台湾经典设计奖，以及荣获德国红点设计奖的5月香氛。5月香氛的基本上每一个的售出，我们都还会再捐赠相当的收益给台湾的山林富裕协会。为庆祝第13间门市伫台南开幕，好好生活公布推出3大开幕优惠，分别有满额送、下载送以及每日优等3种优惠。最近想要换家国民众，不妨趁到这波优惠好康，一届来买足。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为了鼓励弱势学生认真读册，由议员林美燕甲民间团体合办的富康学业进步奖助学金，今年办已经是第4档。包括南区、安平区总共有17间高中小学，有82位学生受奖。22号第2回正式颁奖，场面相当危险。由议员林美燕发起，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甲康黄金诸神爱心协会共同举办的富康学业进步奖助学金，今年已经迈入第4档。甲一般清寒奖助学金得奖者，必须要前几名无同。弱势学生只要学业进步，不管是进步1分、5分，或者是10分以上，拢会用得到1000到2000块不等的奖学金。我想这些都是叔叔阿姨他们对你们这些小朋友你们的关心啊，就是叫做进步奖。好，进步奖不是像一般的平均85分啊，你要怎样啊？怎样才可以拿到就是奖学金？我们不是，我们是讲鼓励。我们志在就是实质的感情，就是你有进步的。当时我细汉的时阵，我爸爸妈妈跟我讲哎，你只要进步就好啊，你只要进步就好啊。进步就是跟自己挑战，跟自己来比赛。好，我们去跟别人比赛。我们要让小朋友学习要自我挑战。哦，对家己要有挑战，要有进步，哦，才有进步。所以当初我们的2位理事长在规划这个奖学金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进步奖。进步，你只要进步，我们就给你拍拍手，我们就给你按个赞，我们就给你一个奖学金。今年是刚梅议员讲的第4年了哈，其实我觉得哈，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现场，你看我们的理监事们，大家挥挥手，
今天也特地来给我们的小朋友给个鼓励，一个掌声啊！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理监事也都非常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哈，这样子的一个讲座计划，我觉得是对孩子真的是也是很大的一个鼓励。下午出席领奖的包括南区甲安平区总共17间国中小的校长甲受奖学生的代表，以及市府教育局主笔嘛拢亲自到场，除了递赠感谢状。另外，有受奖的学生来表示感谢。梅园也特别提到包括我们的寒暑假、我们的便当、我们的夜天使跟今天的这一个进步的奖学金。那我在这边也要谢谢，因为有我们孩子知道这样子的有这个机会，那各校我们都愿意来做这个申请，帮忙积极的鼓励孩子，让他们有进步的空间，有进步的分数。尤其刚才我听到有进步将近20分的了，代表说孩子的这个努力有得到肯定。很感谢能够获得奖学金的帮助，让我知道无论环境多么困难，只要努力就有回报。爸爸妈妈知道也替我开心。心中也充满感激，他们希望我能够把这笔钱用在学习上，累积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创造好的循环，将来可以有能力回馈社会，做更多对他人有意义的善事。谢谢大家。今年受奖的学生总共82位，奖学金依照进步分数，1分到5分颁发1000块，6分至10分1500块，进步10分以上奖金2000块。今年总共颁发87000块，另外主办单位还佫加发每一位得奖者一个乳酪蛋糕，对着6岁学生来讲，会用讲是真大的鼓励。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西港爱心天使站为在地长辈提供服务已经13档，而且成立以来，在地知名企业南宝手机集团的持续关注因服务经费，捐出的善款累计到达已经有500万。所以西港站伫13岁生日这天，特别伫南宝举办感恩大会，邀请全体员工共同见证华山服务的日程。感恩大会开场，由松林国小太鼓队、西港国中武术队接连唱着演出，气势磅礴表演，为活动揭开序幕。华山基金会西港爱心天使站成立这13年来，服务超过200多位6岁长辈，为因提供教贴方式、物资捐赠、陪同就医等多项免费服务。诚济爱心人士以及公司团体，因为认同基金会服务理念，纷纷加入了爱心行列。尤其南宝数字集团，更是连续13档拢大力赞助，今年也捐出60万，挹注长辈照顾经费。南宝数字跟华山基金会这个台南西港的天使站已经合作13年了。那这13年来，我们从无到有也帮忙他们他们有什么需要的需求，那我们一并符合他的需求。那未来我们应该是会越来越好了就是他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活动，我们南宝是全力赞助。那也希望我们南宝的同仁也可以一起跟他们一起成长，也跟我们这些长辈可以快乐的继续越来越好。不止出钱，南宝数字集团董事长吴正贤更是亲自前往长辈家中探视，同时嘛号召员工做伙来关怀长辈，而且这13档来是一档比一档付出偌济，如此也让华山基金会非常的感恩。就是每年都是捐60万。对，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爱心服务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感谢的一个数目。对，所以其实他们在对于员工的一些宣传，其实他们也都很常，就是会帮忙我们华山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活动，或者说长辈有什么样的需求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很不遗余力的，就是帮我们找义工，然后其实他们本身的员工，像今天也有很大批的员工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他们很共襄盛举。西港爱心天使站目前服务73位6岁长辈，因为地处较偏乡，志工招募较困难。基金会热情邀请有爱心的朋友加入，做伙来关怀厝边的老人。爱心专线0679511060。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
提醒观众，你所开的 B 型电动车，第二地进前需完成挂牌才当上路，也无特别开单出发。不过现在市面上的电动车真侪款，形态嘛拢无啥共，所以 B 型电动车到底是指倒一种，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微型电动二轮车，小小一台好方便。不用驾照，只需要年满14岁，一骑就上路，是许多学生和上班族爱用的代步工具。但是你知道，它现在也需要挂上车牌才可以上路咯。今年到113年的11月29号之前，就一定要完成领牌才可以上路。那如果说到时候期限到过期了，已经过期了还没有领牌的话，骑车上路的话，就会罚1200块到3600块，而且车辆要移植保管。但是现今的市面上所谓的电动车百百种，让人看了不飒飒。这次新法规范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到底是哪一种呢？标准的微型电动二轮车的话，就是像我们现在在图片上这边看到的，大概市面上比较多看到的是这一种样态的车子，就是微型电动二轮车。这一种就不是微型电动二轮车，这个东西大家注意看，这个有脚踏板，这是可以踩的，所以这个东西再把它定义成是电动辅助自行车。一般消费者在购买这个车辆的时候，其实可以请厂家那边拿出它的一个车辆安全审验合格证明，因为我们是根据那个车辆的规格、它的速度、它的马力这个东西来区分它到底是算是微型电动二轮车啊。如果是电动辅助自行车的话，它会有多一个脚踏板。那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这一次领牌的范围。领牌之后，就代表车辆可以申请强制险，未来在路上行驶也可以多一层保障。但是也就代表需要符合安全法规。虽然看起来跟一般机车很像，但是它的时速只能限制在25公里内，是不可以进行改装或是解除限制的。改装的话，就是一定要去请那个机车行或者是经销商这边一定要帮你改回来，因为那个有的都喜欢改那个控制马达，把控制马达解锁掉。车子会骑很快，那非常危险。为了体恤电动车无法长途骑乘，高雄市监理所也在官网成立申请专区，可以先在网络上填表，就近在附近的商家做验车以及挂牌。因为我们去要便民，然后考量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有的可能不适合骑那么远，所以说如果住比较远的地方的，可以先电话跟我们联系，我们会安排就近的可能一个点，可能是附近的经销商。或者是一些适合的点，我们就会凑满几台之后，我们就会我们会过去到点服务。微型电动二轮车挂牌申请期限到今年11月29号前，提醒使用的民众记得要申请，以免上路受罚伤了荷包。记者孙军高雄报道。台北市综合高中甲增建国际学校合作，伫校内美术馆展出各科的学习成果，就是帮助学生了解技职教育，拓展相关职业方向，找到上适合家己未来出路。彰和国中为了让孩子们在职涯探索上能够有更充分的资讯与了解，特别利用校内的微型美术馆场地，展示出装进高职多个类科的职能资讯以及学习成果。同时，表演及音乐类科的同学更在现场进行舞蹈表演与音乐吹奏，还有餐饮类的同学们进行精彩的花式调酒。展品呢，能呈现一个很美好的呈现，而且呢，在整个就是技职体系的呈现呢，也呈现一个很好的成果给大家看。那我们国中生呢，因为他们国3会考之后即将要，就是依自己的志愿去填写，要念高中或高职。那今天这一次的展览呢，可以带给对职业体系学生有兴趣的这些学生呢，就是他们可以了解说，现在高职有哪些科系，他们特色是什么，对他们将来就是的兴趣的选填，或者是将来想要选择的工作呢，都很有帮助。所以非常感谢这一次的庄敬高职能来本校进行一个展演的活动。庄敬高职校长林淑贵表示，学校有非常多艺术类相关的学群，本次来到彰和国中微型美术馆展出，希望可以将美感教育带给彰和国中的同学们。现场总共有5个学群的作品展出，可说是相当多元。那我们学校呢有非常多的艺术群科，那这些艺术群科呢也都可以给学生们有不同的一个美的飨宴。
验啊跟学习。那在这个部分里面呢，我们也透过这些部分，然后电影电视科，然后表演艺术科、资讯科，然后餐饮科，那在各个的科的面向里面呢，都能够让那个艺术的那个还有美感的一个教育啊，都能够深入在这个里面。那除了这个以外那当然我们也有那个我们的微型美术馆的一个实体的展演还有实体的一个展示。那这个展示呢，也能够让学生们在学生的学习当中呢，能够随时的到各个场域里面尤其是到美术馆里面去感受一下那个在透过那个职业群科里面的发展，然后能够让学生们去感受到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在专业当中去创造出美感的一个学习跟训练。再过不久就将进行国中教育会考，同学们也即将面临职涯发展的重要抉择。希望透过这次的展览，帮助同学们了解到更多的资讯，充分探索自己的专长，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职涯进路。记者李根基新闻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22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